且啊，继续来看这个猫啊哦，竟然是引发着火烧厝的凶手。新竹市一间民体火烧厝，都是因为这个猫啊爬悬爬低，去移着电器的开关，加在这个警报器亮亮叫，顺利来通报。根据统计，新竹市为2017年到今，就发生6件猫啊引发的火灾。啊，讲南韩的首尔，伫3年内嘛发生超过100件。猫黄大麻打伫电路过无偌久，顶悬的顶，佮有碗拢开始庆烟，开始导火，规房间烟蓬蓬。像这种猫仔无细腻打着开关，造成火灾案例发生过袂少，伫新竹嘛发生类似的案件。走开的刀仔顶拢是饲料，有的已经臭灰焦，壁顶嘛敢若有风烧着。电路的开关是有拍开的状态，不过主人根本无伫厝。我们在研判这个气味，是因为可能猫咪的脚掌啊触触到这个电陶炉开关引起的一个火灾。加在火警探测器有发出预警，警消人员才会当把火拍花。根据统计，新竹市对2017年开始发生过6件猫仔打着电路开关引起火警。伫南韩首尔2019年开始，伫这3年之间，有107件猫仔引起火灾案例。我会建议电器设备它按钮上有一些防呆机制或者是旋钮的这种设备会比较适合。其实最基本的是你插头平常不用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拔掉。厝内走开门，爱记得关起来，家属嘛要注意敢有关掉。各类电器无咧用的时，嘛要甲插头拔掉。若是宠物家己伫厝内，嘛要限制伊的活动范围，才会当保护厝内和宠物的安全。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